阿西艺龙要来介绍这位艺术家唐凤珍，陪伴老母亲行过失地，学会晓正视生命难题。伊来发起着兴亡老太太的计划，透过电视表演，要来传送一种的观念，就是其实这个年老是一张美丽传奇。 愈来愈翘久，喙齿愈来愈无，面愈来愈绕，咱拢会老。这个课题亲像一台失速的火车，弄入去足侪人的生命当中，互人袂负应变。我们开始一个人生的年老阶段的时候，通常是由忘记这边开始的。艺术家唐凤珍陪伴妈妈行过失地，对情绪爆发，互相责备，到会当面对这个生命难题。伊感觉讲，拄着失地的人毋是悲剧，是奇幻之旅。看到妈妈变老，伊嘛想着讲家己无少年啊。唐凤珍决定讲，更加积极创作和亲人的回忆。伊推动一个计划叫做“兴亡老太太”，透过展览还有剧场的演出，鼓励大家免惊老，免惊失地。父母在小的时候照顾我们，可是我们长大以后，越来越工作以后，我们把父母亲呢的很多的这个心情都忘记了。兴亡老太太意思就是讲，所有承受失地，还有进入衰老的大众。透过这个计划，唐凤珍希望讲会当翻转社会成见，鼓励大家变成心态咧，和失地的人自在互动，珍惜宝贵的生命。